来确定一下。我已经开始啊，我已经开始。好，大家好，今日就是不知道我拄着公开啊，开通，所以我有开临时改做直播的模式。阮第一档，第一堂课，阮下载第一堂课就是请着阮徐志强，然后阮徐志强的嘛是，阮是在一段时间第一季的时阵，阮就拍迄种无罪推理，其实就是改编那种的故事安尼。阮就有一寡接触啊，比如讲行销啊，有啥物活动安尼。今日这堂课就是说，我请人商量我哪想，我想要就用台语的起来讲家己故事。你之前敢有用台语讲过？有啊，就可能去长老教会，长老教会，长老比如说教会讲来讲本地，讲是讲故事。对啦，台语有诶所在讲较袂简单。然后尾我教我讲台语，有一点仔紧张。刚的手上很大的，嗯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那个是很是啊，对，大家好，我姓徐，我叫周彪，大家拢叫我强，我今日来遮是因为在遮分享我过去的经历啦，因为我是一个红光弄过就当事人，我的案件我是伫1995民国84，到今年已经30几，我是无代无志，人讲我参与一个什么事，我是家己第一第四换个字，从我家己我那有啥物即件案件，所以迄个阵电视出来是我6年过，我是伫车顶看到电视，看到新闻讲，我参与一个老爸的案件，当咧迄个边个警方办事，即摆警方逐个找我，真正真新闻出来真新闻出来开始，我的心理就开始改变，包括阮全家每一个成员的生活改变，官司一直打，各种打袂知影。我曾经看过7件事，上尾判无准，这21年来真一个代志。我伫民国89年时，公司就确定，确定就是要大出去清查。迄阵阮是大人，因为阮是人知影我是冤枉，我真惊，因为案发的当时我是伫因为内底，所以因足清楚我是冤枉，所以因就开始去找人斗相我冤枉。伫迄个阵89年4月确定的是，有人介绍，阮的律师介绍安尼去找到司法部，去司法部看一看着案卷，就感觉这有问题，所以开始界定，我就开始抢救我，因为迄阵死刑确定甲枪杀绝对时间绝对，所以足紧张。迄阵司法会就开始开社会，开始
抓时段去整治，去检查伊啊，去看伊啊，想法伊，都去做总统啊，我是做做做事。啊，过来介入了后，我算有人讲我足衰啊，足不幸，不过我一直认为我家己足幸运，因为遐阵拄啊，几十工拄啊疫情，拄啊咱台湾诶政党拄啊换做，遐民进党拄啊后壁拄啊第一任选调总统，拄啊遐政治问题搞一个，所以遐阵民进党就掠民权都掠出来，所以因就较重视维权。所以遐阵拄啊，我是4月5号开始开始，所以你讲是足早，真紧就用凊彩。拄啊好5月20日要就任嘛，所以副部长就讲，伊嘛感觉有问题，伊就讲伊是会甲我移到新诶法务部长，迄个新诶法务部长你啥？就迄家拄啊暂停啊，暂停了无偌好就是在几天嘛，所以就嘛认为有问题，所以我行就了了，所以我讲我足幸运，因为大个时我接到问题，我诶命拄啊了。那变起来了后，做安讲有知影无一件事情，遐阵无一件事，所以我就有机会去外口去境外，去实习啊，去某些地去后知影我是安怎，所以规个过程一路走，我时常靠运气，今仔才会使坐遮，甲大家分享我诶过程。所以即款正种问题无一样，过来就是上幸运就是遐大法官拄啊好有一批人摕年期短咧换，所以后几啊个会出题啊，对学者去，就所以即个学者嘛认为有问题。我想尾也是因为啊，因为阮诶律师其实对我上诉足济，叫甲总长嘛，让我上诉拢做上诉无票，尾也无法度甲讲无咱去试写，我尾也是因为甲我换一批起来了，试写开通，所以我讲我一路原来拢做幸运，拢拄好拄着迄个点，我拄好无去治。我这一路走来，我当中经历了10几个老婆，有人讲来讲那可能70几个拢看，我从来就是逐个拢讲，我若有做，我若有进步，是安怎爱经历好一个段，佫无法度，就是你一定有问题，是安怎？因为我家己诶认为，就是我有敢承担，因为只要伊若改变，就表啥？代表头前有对，头前拢啥？可能是读者啊，小类是因为学杂书记，对吧？所以伊要不是我，就是别人，就是人家的东西。所以阮的规个过程中，有诶法官，我感觉足疗效，足精彩，根本就无甲
徛咧骹前迄个人做过一个，伊就紧个平事紧食者，看法师就抄进前，抄紧看看，反正过来就无可能就来啊。我咱食个迄个最后，最后我第一定好看，所以我有咱行物啊，去落，甲天雨吼发过，是我为解，所以我自从书包个解离了后，开始叫我诶甲如何搁重新发挥转来心力，因为大概差不多5年诶时间。即5年诶时间，其实对我来讲，甲阮厝来讲是最好玩，因为每一工拢有可能做做凊彩。在台湾要甲你凊彩是袂通知，嘛袂通知你厝，袂通知我，伊就问拍久来讲，要伫一日就甲你带去凊彩。所以迄段时间对我来讲，因为迄段时间对我来讲就是暗时，足爱管，因为阮领就一时间是固定，就是按时点尔，要开始前点尔煞，伊就开门来煞。所以你逐工拢会伫遐，毋知去哪样。迄段时间就暗时足惊迄只落，因为一般就是进城了后，伊会敲电话，暗时敲电话去厝甲你讲，物件一去啊，你再去查遐是就是啊。所以阮厝诶即段时间嘛是暗时上惊才有问题，所以足惊电话了。啊，我迄段时间是若甲8点，我9点尔，若甲8点我就开始醒来做，毋知要安怎讲，你足想伊紧来互你带你去，因为一年对我来讲是一种解脱，因为这2年了是经济有啥，就是我是真正很活动，所以我有试过每工拢掠啊想讲，你这代志怎样做？啊，一方面佫感觉更加烦，啊，佫对厝诶物件，所以逐工就伫遐，一边希望伊进来创，一边用佫有甘愿讲，安尼就起来，啊，佫有甘愿起来，所以迄段时间对于即摆家己回想我是，我著家己嘛安怎过，伊当日就安怎想讲，无拜托明仔载来创，明仔载我厝诶问题会解决死，至少即佫会使看一遍书，感恩会解决死。你知我逐工伫遐等，有人讲你等，你伫内底逐工做，有人讲着等，对我来讲着一日等，嘛等啥？等回去，等食饭，早起食饱工作到，到食饭，到食饱到食，然后食饱就等看有叫我回去，啥物事？要等回去，然后回去，迄心情嘛是两种。看我诶后辈讲，毋是，迄种欢喜会记记。啊，我当个伊回去要煞前3工3分之一就写迄，甲你个形容伊个。确实多好，会，所以
迄个是安做，是你开诶心情好，因为迄可能是社会一变化，所以你也做来做人讲做毋共。我也一直看做，我跟他问过，所以一段时间进行足痛苦。对我讲，进行是甲一条对心内所进来带结束迄种痛苦，啊嘛无想讲要互阮厝诶搁继续付出方式。你知影，像一个怎啊一路来做全是，我早是无个支持我，甲外是我家己出钱，阮厝诶代厝嘛拢袂，因为要看我迄个方式。啊，你讲我对咱台湾无事啊，迄是完全绝望啊！你讲啊，我定来讲当做是，你若着看我死去，我这心内有突然间有自我死去，我讲当自我无，像我即种无政府以后真啊，真来看，所以影就规条想法看袂着你啊，看袂着你啊，所以影逐日离合对阮母啊，阮时常安讲，你莫阁甲我说，因为逐个刷了，快快乐。啊！你看袂着另外诶事，你看像安尼伫另外一个是来走走，所以是来真艰苦。但是讲见到即种人诶即种痛苦结束，所以一直也袂讲像卖爽，讲是真做诶都无坚持，坚持。我会记阮母啊，我讲你莫甲我做到。伊会使做诶，其实我就袂去做。伊讲伊尾有一天发现伊会使做诶代志，伊无去做，啊，我就无，安尼会无法度原谅伊一世人。如果是自从听伊讲安尼讲了后，我去做到，我就是过，就是过来。所以我再来讲，我会使搁坐遮分享我诶过去，是因为我厝落雨。阮诶艺术堂嘛有好起，所以我今仔日到尾也都会使这变化，会使。我定来讲，我毋知影逐个对个做法有啥物感觉，但我做法对逐个来讲，我袂晓去形容即种感觉。我甲你提醒逐个讲，台湾事啊，佫有出济做啥物代志，大家尤其是我逐个看拢是我人本身敢若媒体有咧报，甲看看，敢若台湾有食诶，其实我人比恁想不得止，只是无风采诶。你讲诶，我听我讲我啦，做建筑，讲遮已经平缓，不然我是讲书法已经进步啊，进步。当然，我今仔坐遮就代表书法有进步啊。我是讲伊进步有进步较正。我要甲提醒阮遮诶书法家评判诶，就是书法家己去改，这拢是阮有受到媒体诶影响，媒体诶报道，所以互社会知影伊有遮，叫逐个去关心，看伊能够。
是安怎阮会互会，阮会互关系，因为阮一个方法会啊，一定无放弃诶家己，为家属，我着讲我无放弃，阮厝诶人无人放，因为即阵我上网，条件都嘛是，啥物我着互知影是，阮规啊有家己一直无，你讲诶，我定会讲国际，我毋知你有听过，伊用伊迄阵嘛记载诶是，我嘛全台湾都有拍吼，问题因老爸无，因老爸，因为我无门口，伊条，就讲伊变门口，后来就有人去我去注意，去我下去了解，继续感觉这有问题啦，有问题诶人已经无伫咧。啊，我当知影这问题是大条就开始讲，只下只有是我方面，十年后平稳，有希望进变，也无，是安怎？因为因老爸无，因厝诶人无好，所以有偌济家属，偌济厝诶人愿意为当事人安尼付出，其实迄是我定来讲，迄是比较讲诶事实啊。所以足济当事人是甲厝诶无啥做伙。所厝诶结婚嘛无了解事实是啥，所以你讲你怪厝诶，我嘛讲我毋对，我事实就是，竟然原来要互发现困难，你若无厝诶，无好去，我也袂晓发现。所以阮啊，尤其阮个，你若无关心，无去注意你着更较歹过。阮即摆咧求诶足济就是问题无啥关心吧，所以社会人较无较济人了解，较济人知，啊，所以阮咧求着会使困，就反映着较无安尼，对吧？所以我要提醒讲，台湾的湾啊，其实毋是你想诶少，问题诶关系咧，大部分是做苗化，啊无就是私人化，所以一般国较少，一般红丸啊国较少，多少，所以要讲我的话，其实我毋是警察的，我是家己行入去说明讲即个案我无做。我定讲我今仔日行入去法院，要去说明，就是我上诉法院，我上诉司法。啊，其实我相信司法的咧，就是最简单就是我对司法完全无了解，我对司法的理解，甲拢是对电视一样，因为咱较早济是较无去甲法律嘛，所有法律拢是看电视，尤其是报纸片，我逐个拢知，伊影响台湾足大。啊，我认为我家己认为应该袂使应该进步，应该禁止，因为伊规个各地拢是做用户，啊，不以后长诶去感受禁令，你看大一底家己排了偌济感受，就是抑个按定个爱随性、随解决、随判做，即种物件，啊，无伊竟然以后台湾足无，啊，无伊即摆佫一个，即摆。
等第四代后会互个看会。所以我书法的观念拢是对的是，所以你若家己干若是讲，我就无做，我就去说明咯，即天从头仔行会出，做的是真了厉害。所以我常常啦，去想咧讲，我今日出来分享我家己的过去讲，要互大家知影讲，书法即个物件，你爱去了解，你爱去关心。那像我较早是讲，我若莫去互做，就无法代志。等代志来时，你根本就毋知影你有啥物款，你会使做。你若咧救家己，你都毋知影要安怎做。因为我你若对书法我全无了解，我对拢看电视电影，我对书法去第一互做啥拢无。像我遐日日对书法重视，了就我无做一点。入去了后，你才知影甲你生活全部一个无止步诶物，我会使行20年才有法成功。所以经常讲，一路行来，你讲诶太济，你讲诶太济。以前咱诶书法都人问我讲，咱诶书法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就话讲，规个拢对我来讲啊，规个拢无问题。啊，你讲伊有进步啊？我同人讲，我出来讲一个，甲逐个讲咱书法偌歹，无是我是。因为我感觉书法每一个案件，对我来讲，可能一个案件啦，伊拢是两岸都嘛。按过按落背后是一个人，一个人背后是一个人。不管每一个发对，影响诶是规个家庭，每一个生活诶事。我知影看是，有时阵以后我迄时改变，我做全部人诶生活改变。20年后，变化真大，我规个月去形容，无法度讲，无法度讲。所以我希望分出来分享时，我希望大家加关心我生活，可能进步较紧，毋是讲伊拢无进步，伊当然嘛有在进步。只是伊关系了，毕竟关系了一些，希望伊进步较紧。所以就是逼出来讲偌歹啊，偌歹就袂了，对吧？包括我感觉对教育着，我感觉伊个竞专、技专，有影。我记有一个，迄马几年前有一个是呢，伊知影讲外口逐个拢要求警察爱公里，伊讲因第一学校，就是无人会来警察。我是啥物叫取社会，要求伊去管。我即阵因为讲即句我实在我是听到啊。你伫教育诶时，你就无做好，你凭啥物出来外口话会接受？我感觉这就是一个问题。所以我常咧讲对警察，
检察官我嘛要讲实，检察官对我来讲，规个案件，规个过程对我来讲印象足少，因为我无接受检察，而且我案足奇怪，是我无经过警察诶实地调查过，嘛无经过检察官，所以我遐会去反映，我遐会去反映对面诶事务，我是去伊个地方。迄早伊甲我讲，我诶案已经互起诉，我迄个想诶起诉，我著无经过警察问嘛，无经过检察官我起诉，所以我干那去说明我著去人问，所以我尾仔去个地我甲我收案去，所以我诶案件无争取庇护，无争取庇护讲，伊安怎甲我起诉，就是用因诶口径，用因诶口径直接起诉。即摆应该无即种正面反应，所以安尼造成一个问题讲，人叫诶死了就安尼啦。因为之前你大拢无调查，直接就起诉，啊，就是看我看咧百般过我，就是安尼。所以我也，所以检察官对我来讲无啥物影响，因为较早规定检察官诶规定，你会看到检察官就是上尾定，审理诶是检察官本身，伊出来就讲两三句话，叫我看依法看，就走，伊袂去讲伊袂去提出伊诶证据啥物啥物，袂是要叫我看依法办，就走。所以规个过程中拢是我甲法官咧谈判，所以你要安怎样我看，迄是甲八十、甲九十后，或者几年甲4有修一个法，检察官会教导，要就离开我遐个我已经，所以进前一段我无做个，我感觉伊个问题就是，咱台湾检察官就是，发生诶事一个要调查，调查好起诉佫一个，即个法院佫换公诉诶检察官，公诉诶检察官不定会有问题啊，所以从阮即个案，去到最高高院拢换高院对吧？所以阮诶案到尾仔拢经过几十个检察官去。上尾仔应该会到底知影即个案怎我嘛会知。伊案关内面若无物件时，伊就安讲，伊才会使讲检察官伊起诉书，无检察官依法判，伊根本无在乎啥，伊也袂使讲进前个地方。所以检察官对我来讲，嘛是一个好案真易看，你知影看法，你做我毋知影互哪人，你无法度辩。所以我感觉这就是我会去咧美国啥，伊拢是去调查规定拢会理，应该知啊后摆发生代志，后摆不管安怎，你要负责任。你要行过甲一个平凡诶，甲一个人看无顺眼，变做我有代志，无嘛有啥物，因为记录较济，变做叫我到底伫咧做啥，半夜去人面有无？去养面，因食了就感觉，安尼怎么讲对？伊讲，比如讲因一个医生。
在咧开刀，若昨个主治医生一日无一刀，伊个病人死伫咧学校，昨个拢是主治。然后迄即个比如伫咧开刀是一个直接甲阮个老母其实我这安尼两点，尾仔出误诶是，讲无人会知，所以我感觉你讲我感觉即啊规个拢互我在意诶是，我到底即个，因为逐个人讲，即个人问题你家己较重要讲，做好互逐个信讲，伊是做。结果咱会当付出即大部分，逐个人烦恼诶人拢是感觉出，所以我感觉规个部分拢有，包括我嘛知影讲，我一路行诶，我问题即大，原因即济，因为工作量大我知，大甲我嘛要安怎去讲。或者我讲我若有十一点就我关，你就我睡。11点之前会使困到我关，我感觉迄个我关拢是无啥物用讲。了，我感觉伊写讲我说逐工我才会关，我感觉我知影伊个量足大，不过恁个即个问题你需要应该去解决，你袂使对落做，所以我就会讲就是。足侪所在要扩大去解决，我安尼行来就是感觉足深，较济我看较济，因为较济我看拢毋敢解决，就是所以是我头仔讲诶，解决就是同我迄个做，所以我遐个，我定来提出建议，做叫伊互头一个看伊无做迄个我看，伊才半年就离开啊，半年了，是啊，我看是上心。当然伊起来伊有才讲，伊讲中间迄工看伊无做迄工规个半年，我看我做两单，讲伊啥物无，伊啥老，过来一直找伊妈，伊所以辛苦诶人拢无痛苦，拢一定有法过，但伊就断袂落，所以就是好。伊看即种压力，就是因确定要甲你改变，要改变诶时，伊若讲拄着伊咧监督啊，就是要摕去对死我，就是安尼。所以我头一遍，我有一遍其实我有一遍经历，我迄经历，迄个法官看我无做了后，我会痛评告，我还无到边，伊判我死刑了后，一礼拜我还佫评告，我还佫去一下，去个羁押所。你知影迄个法官头一句话哦，问我讲你有上诉，伊叫我爱经去上诉，伊讲你爱经去上诉，伊讲你诶空间不足大，你经去上。你知影当着我听到即句话，我就是要干的。
伊评价我讲过即大，伊个迄看我是安怎？因为就对我讲，伊做惊咧我无享受，因为我无享受就伊就误会，误会就算了伊一世。伊就知影，我家己想讲，伊就知影我诶问题较大，所以就叫你直上，伊会讲我一寡直上，啊无我会死诶是真大，所以我来去伫当中也规死，所以我感觉讲我毋是凊彩讲，我赶紧诶有遐个，啊我感觉。就我讲伊无去想讲伊徛伊头前即个后壁即个大病，伊所有做决定拢会影响即规个家庭。啊，我甲伊讲，我以后徛咧我伊，我徛咧我伊，我讲一个随便甲讲起来，甲我当一个，咱甲当做一个数。所以法官要改一个足济啦，足济。我定定讲，咱台湾诶法官到底是安怎产生诶？安怎会使做到法官？我嘛要对伊讲，你知影咱台湾法官是考试，当时上高考试，就是大学毕业即只考试。我定定我讲，我定定感觉着讲，拢是对厝诶，如果伊对厝诶，直接对电视。我嘛袂晓讲，伊个只有简单诶直接去做法官，因这司法官诶群体佫是较细，我拢印象拢还佫无出过社会，所以反而定定发生一寡人个笑诶代志，两笑诶代志。你知影阮一个就一个同事嘛，主管话同，伊去审判，就去审判法院，年纪法院，但是我无去早去找着，我早人去找法院去，但是我听着一个是离婚诶，伊个甲伊个十姑因人甲伊讲，然后是真袂离。你知影阮迄个同事条一个我问，我看问伊讲，你有囡仔？你有生囡仔？伊讲无生。然后我讲，你两个转去生一个囡仔无关系。你是讲第二天跳过来讲，咱个就我问，究竟等个生个囡仔无？这是不足济我看即种现象，所以是安怎用即种心态？因为无人要注意伊嘛，无人要关心生活，无人要知影伊规到底是安怎样规矩。阮今仔会使评判就是讲，就我诶概念，就我诶无足厉害，就我诶厉害是甲阮诶评判足济人知影，我今日考伊嘛无法，伊就是甲阮诶看，无知影讲，你即摆台湾我是，咱会说我是真个，大家来关系。阮原人，我定来讲，阮毋惊人去了解阮诶代志，你愈了解，你会感觉生活愈痛苦。可是阮诶人惊人去了，我是惊恁无了解，骗你，讲啥物？你若可以去了解，你会知影。
搞的时候，这些年在搞，在搞这个，我英文不对啊，我我有没有讲人记得？所以我啊，因为我的经历，我恁可能做摆，其实我拄仔讲我家己行去行，因为相信物件，你知影我头一遍开，我敢行入去拢是啊，修完了经过我经过到10几家，伊也无甲你通知，直接来开讲开店，我然后行入去法庭啊法庭啊，带入去法庭，我甲我看一个法官，甲一个书记官，这个法官头一句话来讲，甲我讲你这个还是你做，已经6年，那浪费社会资源，你头一句话，我也心内是，我拢还袂讲话，你就讲这个我做。迄个年代几十年，几啊年代，可能做啥我是因为父母遮较欢，就是我看了解。啊，阮历史迄个阵就一直交代讲，哇，无在职咯，伊就讲要传伊就，伊无传阮历史哦，我规定无传阮，来传我，要一直叫我去做，啊，我甲他讲一句话，讲我有切历史，我要切历史。伊若法官伫遐甲我骂，骂到要走，一直叫我爱去，我甲伊讲，我要切历史。伊无法度规个甲我好，无后拄仔规定选历史，迄是阮头一遍行入去我转去诶时讲呀，因为我甲你问，叫你，叫我莫浪费社会资源，叫我头一遍我虽然安尼啦，我嘛是对家己做有信心，规个调查过程，第一规个调查过程，就拢叫我有利啊，啊无不利啊。我迄阵电话我嘛无拍，律师电话我嘛无。啊伊讲我无改原因是我是送起来起床，啊所以惊我是要弄物件，所以我无拍。啊伊是大人来做证讲，连遮两捌才会我讲是实话，啊佫足济拢对我有利啦，啊伊就。到尾啊，迄阵我会叫你去宣判前一工，我去甲我迄爸互我反正就是我明仔载来过，结果宣判诶时候我死，我遐当场规个毋知要安怎，啊过来即摆其实逐个法官去讲啥，你也无啥，今日就叫你录者，叫我提升进步。所以即路人讲你即路行来拢会创嘛，我讲我敢做一件代志啊，我一直证明我无做，证明即件代志我无做。其实有当时即摆做登记时，我感觉足离谱诶是，我根本袂去证明我无做，是去检察官诶提出证明我做。我做即一路行来，说要求我一直要求我证明，我来证明一项，伊就甲伊项丢掉，出来讲你还要证明，啊拢免去证明我有做，所以这个是上痛苦。不管我讲啥，我提出啥物证据，一开始伊讲我去山顶去台湾，开始讲迄个被害人也是我顶，结果迄个时间日期实际，
迄个时间我人咧做破提出无啥重要，呀，所以用破罐往每工做甜点，所以我都是进，就不管你提出啥物证明，你就想去个，所以我都是，所以你安尼行行，你安规工咧规了尾，我讲我大讲，我敢若对，我无做，你安怎看你家己？因为我做过，你叫我就无可能，因为我无做，我到尾拢安尼讲，我就甲他讲我无做，我无做，到意见我无意见，我就知影我无做，你不管你讲啥物，我知，你若无法度，我无对，我定来甲你说，你若无我歹去，你若无好，你嘛是爱去，去了食一个过去，就安尼，所以你尾仔对我诶，就无兴趣，我就你说我不对嘛？才讲6分，才讲6分。要还去，我觉得我本身，你那边有够像，人民做大概人数啊，那边下晡哦，在地无啊，早起哩，啊，早起哩。那个继续讲，啥物啊？啥物啊？我是唔知，你有没有知影下？你较早知影去啊？你较早毋知，你有关心书吗？哦，你看我无做伊做事，追甜。你有看？会使对看，因为我感觉咱台湾吼，要加拍一寡咱本土诶艺术品，因为咱较早看拢是外国。我其实咱台湾有足济个题材会使好，嘛袂输因诶。你了解我第一人，我足少着吸引我几啊百个，我感觉逐个每一个拢是一个故事。你像伊讲伊细汉安怎就这样回去安怎伊个家庭，像你会讲哦，当作是怎样去电影诶时，大个，所以我一直感觉台湾一直台湾爱加拍一寡个我就是会顺便我大家知，这是对咱即个团队我是敬我是过，所以安尼才会去了解咱事业是安怎一步一步改变一步变啊。我一定咱事业是安尼进步较快，我一定认为是咱诶，那是专业专是真无做一半，我一定认为是。你知影书法吼，伫民主诶时代，甲威权诶时代，上大诶差别就是关于服务诶对象无同。伫威权时代，书法伊服务对象是有权利、掌权的，因为事情来，伊袂使有社会动，社会乱，伊要起来，看见苹果，对不对？所以伊诶服务对象拄仔来讲就是威权。迄个民主诶时代，伊诶服务对象绝对是，就毋是政府。所以即种观念伊若无改变，司法就会做歹，改变是嘛。所以我讲做一半就是
较早体遐服务诶法官，足侪时仔拢是有权有势。我感觉伊即边诶嘛无做真辛苦，你想足歹解决，即款个，所以我定咧讲，可能还阁等一阵，因为遮拢无问题啊，真正无问题。如果讲做一半是咱即摆诶，虽然有咧做，但是真诶，迄只咱一个陪遐诶被害者为做真事，咱家己做被害者，咱无做，咱家己做被害者，咱无做做假孩子，所以是无假孩子，咱全是真诶无假孩子，干嘛被害者？啊，所以我拢决定，我定来讲事我来歹行，应该是做无好，做无好，所以人讲事我要安怎改变？我感觉就是我之前讲教育足重要，规你细汉开始教育伊司法吼是啥物？我感觉愈细汉愈互伊了愈早接受，愈早接受。咱感觉，因为咱即摆我发现一条，咱即摆习惯就是有当时啊拢无会去查询，反正我无哪会去，尤其警察叫你甲去，警察电话你嘛是叫你去遐问啊，你嘛是去都无问好，咱诶陪诊意识足低，陪诊对我来讲是足重要。咱拢一般拢甲你起诉，甲去诶有律师啊，要去找律师咧是嘛？你不该讲啊，你也讲，你即种我感觉大部分人有惊咧开，惊咧去做啊，叫律师。啊，我上重要就是遐，你甲做个啥？因为咱对技术技术先看重，其他方面拢看，所以你知影咱即寡教育是所以我一直讲，教育对愈细愈济开始教育愈好愈好。我顶阵仔有听过国民法官无？我是支持陪审，我是无支持。我既然伊过了，我就去，咱就逐个尽量互伊做好。我感觉过这项目踏出一步，因为逐个拢有可能去做法官，一定爱时啊，就是咱政府教育一定爱提升嘛，考试教育一定爱提升，就是法治方面慢慢来会，后来教育要做好，较重要。我感觉我也是较支持陪审团，因为下面无法官就互伊趁咧走，足侪代志法官伊厉害，毋是阐释我咧讲啊对，伊厉害是遐法条遐背啊，法条背啊，啊竟然即寡社会即寡阐释社会是变无在，对吧？所以我感觉逐个欢喜讲，你知。你用着我讲，你若法度，迄个毋是叫你去做法官，迄是叫你政府放咧倒面，你有法度，可能你认为这是政府做得到，是叫你去做政府，是叫你去分辨讲，这政府有法度说，互你说服讲，这是政府，安尼个。
逐个拢认为去做观光是要去做宣传毋是啦，伊是讲你平常诶做政府，我着说服，我说服你咯，讲伊这是对，若无法做你就直接管，就是安尼。毋是叫你去做，叫你去查，查是迄个代志。逐个拢无咧想啥，敢若去做迄个是爱去做，爱去调查案件毋是，毋是，就是去了。迄即支笔可能遮伊讲，伊讲这是一支国外迄个这个事，安尼尔，对无？啊，所以逐个拢对家己诚信心，啊，有人问是问题嘛？我是，我安尼一路行，我尾仔看无做了，我定定咧想讲我，其实我家己嘛爱负一寡责任，我现在起来会拄着即个代志，我会回想我较安尼说，毋过你爱想诶讲，想即个代志一直关系，你若讲以我来想法，就是我较无能，因为我较早去，只要拄着我负面诶代志，或者无我诶代志，我就不能活得走。你是讲，咱可能会使从，你是，所以，大家若讲即种生活是拄着不公不义诶代志，是非常活得早，啊，即个代志就一直发生，拄着有一天发生在我诶是安怎，因为我就是较早无关心，剪掉，我就是，所以我就来讲，我即摆伫做司法改革。训练我毋是全部我家己做，我就甲伊甲大人讲，像我即摆救一寡员袂做错，所以我大家就是讲，你莫想讲去地救啥，你即摆救伊诶同时，你若是咧救你家己，也歹免我死。我即摆做诶代，我毋讲对啥，我是叫啥，对阮后辈。莫互人佫发生即个代志。伊即摆无去做，伊就是一直会发生，因为伊无改，无改变。咱逐个拢无去做，逐个去做伊就改变，逐个拢无去做诶时阵，就一直发生。啊，即工可能我是我诶后辈，我诶父母诶，我就你讲甲伊讲，你即摆做诶是要叫恁后摆，莫发生。毋好一直想讲你是在救啥，所以我嘛就是关心一寡事法，咱认为伊非常好，你一定拢就是有些随时拢有可能去拄着。我感觉咱大陆的即个社会，啊，就是要有一寡社会责任，社会责任，所以你做一寡迄个是，逐个若拢做一寡义务代，就会愈来愈好。啊，你完全诶结果是司法改革，安尼啥？会使会使。你咧问我我讲迄电视剧出来时阵，有人看了以后问你诶心情嘛？我是袂买啦，逐个拢这袂歹啊，这袂歹。我有看着啥？我毋知讲我有看着啥，你有看着啥？对，所以律师足侪人，即摆诶律师应该足侪人无咧看，因为恁有去迄个。无呢，无呢，因可能讲，即两个律师，因拢讲伊有看。伊伫迄 Netflix 顶嘛有啊。啊，可能有人去讲叫伊看，我叫伊来特别来问老有看，所以是讲，还是有人去，必须有人去讲。然后，啊，对，无
无人讲啥物，阮有改变嘛，改变以后，有人敢会去感觉讲改变了无好，还是改变了这毋对，迄毋对诶。有啦，有人会讲，迄较灵活，迄较哎，迄种检察官诶，事实比迄较灵活。讲对内面拢是真，嘿，所以讲金毛国法看伊用感觉足灵活，迄拢事实。我会甲伊解释，因为有人会无信，伫法庭啊有可能出真济，对啊，我事实就是确认，对啊，你有对，对啊，时间到啊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，好，好，感谢。谢谢。我同意啊，对啊，我先做啊，是谁啊？是谁？伊还袂做律师嘞，对啊。你做会袂啦？我即摆伫